係啦，咁啊就係 Ada，如果你今日即係0分到10分，你會俾個 MC 有幾多分？有8分。8分。做 event management 嘅。係啊，同埋即係少咗投資者去做投資相關嘅活動，咁變咗冇人投資就冇活動去做。咁嗯。其實係連帶嘅關係咯，有一個效應嗯嗯。出咗嚟啦。不利就一定有㗎啦，但係就不嗯。至於冇咗份工嘅，因為始終 event management 呢一行都係要個人即係喺 event 當日親自去處理啦，同埋去做 planning。我相信AI 取代唔到嘅，咁但係你講經濟方面咧，就不至於完全冇 event 嘅。嗯。誒，而家先知，即嗯。係原來網上嗰個生意都仲可以利用你個生意再去搵一筆錢返嚟嘅喎。我覺得係一個可能係一個機遇去俾我去學多啲相關嘅嘢咯。